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压力大，我这里有那个翻译者，因为等到了之后，在电动画画，翻译者，我才无啊，我就讲得好啊，就了解到伊哋厝嘅點解有啲嘢啊，有啲厝嘅啊，我就講得我伊哋講夠知道。啊，就話揾邊人，現在就揾邊啊，咱再幫忙。เ
응.